好，大家好，咱今仔日来到1934年的台湾教会公报第588卷。同款今仔日咱要来探讨研究林茂生博士的新台湾话陈列馆内底一寡字词甲用法吼。伫开始进前呢，要来介绍一下咱即期的改变吼。为着要互大家以后查遮的资料吼较利便吼，嘛方便我家己翻头转来看吼。所以我甲抓来进前拢伫 YouTube 下骹放遐字数的资料甲网链吼，我即个甲放伫即个 GitHub 顶悬。你毋知这是啥不要紧吼，反正你点入来吼，来当看我整理的字数，整理起来像安尼吼，有一个表，甲咱等者要影片内底讲到一寡台语的字吼，拢甲入伫遮。最后是台语大词典做来源啦吼，然后查到迄网链吼，我拢放伫遮。然后其他迄个来源我会注解伫遮，搁一寡即个注解吼。咱好，第一咱转来伫遮，第一个咱要看到的字词是头拄讲着吼，要互大家较利便吼。即个利便伫新台湾话陈列馆内底吼，伊收的即个是日语词啦吼，叫做便利。伊讲就是利便的意思吼。对迄阵的国语就是迄阵日语来。伊个问题吼，那安尼互你较便利。毋过咱台语吼就是讲利便啦吼，我家己嘛是习惯讲利便吼，便利。即个物件伊讲即句话呢，民国迄阵的中华民国吼，中国有源有得用，源头吼是对汉文来，所以咱转来看我整理伫遮字数吼，像即个便利吼，甲即个商店吼，便利商店，即摆人应该足熟诶啦吼。一天敢拢咧去吼，有诶人无去，可能毋知要哪过生活吼。即两个字拢是日语诶来源。即马便利商店吼，已经塌倒街吼，满是。毋过伫做囡仔时吼，还未有即种物件。迄阵是啥物货？迄阵是柑仔店，吼，柑仔店。台语用即个汉字啦吼，我嘛捌看过。伊诶意思我迄阵家己为着要确定吼，因为日语我其实无解好啦，我这是硬用输入法吼，50音，看伊诶台语。老师电内底50音加迄字拍出来，过打过 Google Translate 吼，去看伊英语吼，去确定者讲，嘿对，伊诶意思吼，应该就是线顶诶版本注解安尼啦吼。像柑仔店吼，买物件叫柑仔店货吼，伊才有写吼。咱细汉去买饼啦吼，买一寡糖啊啦吼。搁有一个做有意思吼，伫隔壁一个词叫做柑仔店路，这毋是真正一条路顶悬拢柑仔店吼。伊就是参柑仔店货，意思共款吼，这伊台语大词典内底吼，有收即个字，咱看卖，或者吼柑仔店货吼，有一点仔是我放较大，大家看者，吼柑仔店货。像我看即几个字词，我就有一个想法讲，柑仔店自细汉讲到大汉哦，毋知影即个柑仔是啥物物件吼，敢参即个卖物件有关系，就去找吼，结果找着即个柑仔吼。伊日语是安尼写啦吼，即个你去 Google 一下吼，你会看到即种物件。当然啦吼，即种物件伫台语内底应该有其他讲法，毋过我嘛毋知影啦吼。各位朋友你若知影，麻烦留话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好，过来，第二个字词叫做遮白居吼，是白居，即有那是日语的来源啦吼。又讲翁仔某吼，对法律上吼咧。伫法律上吼，来分开无三角大吼，三角就是互相做伙做啥物代志吼，三角做啥物代志三角大无做伙大啦吼。对国语迄阵日语来，甲英语的即个意思共款吼，就是伫法律上吼，参某物人的翁婿吼分开吼，分开无做伙大。这应该是闪着你啦吼，应该是 M 啦吼 ，from。即句话也会当做复合名词吼，亲像白居。秋冬，这个一个咱毋捌的，应该是大部分的人捌啦吼。我嘛是伫遮第一看到，即个秋冬是啥物意思？咱来看卖。伊伫吼有遮啦吼，白居吼白居，这日语这伫台语有哪差无？三角头讲的吼，斗阵做啥物代志，做伙做啥物代志吼？这是伊的字典内底写汉字吼，大家罔参考。我伫即个过程内底吼，就想着讲参离婚离言有关系字词吼，全部拢甲列出来吼。才有几若种讲法。毋过有一个我个人毋是真确定的物件吼。即个离吼，伊有一个音叫离，一个音叫做离啦吼，好离离的离吼，甲离
啊，我家己诶腔吼，我咧讲即个字像我讲离婚，我毋是讲即个是离婚吼，离某啊，即离某啊，所以我无确定讲吼，我就是讲吼，甲顶面迄个伊无共意思吼，伊字典内底点入去看，意思无介共款。毋过我个人伫遮无度甲大家解说讲，即两个字吼，伫台语也是汉字内底、汉文内底有啥物无共，啊，你若知影共款，拜托参大家分享一下吼，指教一下。好，啊，咱来讲看头个秋冬吼，即个秋冬当然是日语吼，啊，迄阵因伫台字大词典内底用即个汉字吼，啊，现代日语我去网络顶观察吼，拢是用即个啊。啊，有秋冬有一冬吼，即个意思拢是一种补贴啦吼，补贴性质的。参咱咧讲月季吼，月季那算嘛是日语的款，我无啥确定。咱咧讲月季，就是逐个月薪水吼，迄是工课正常逐个月照迄个时间发互你的。啊，即种是种可能你去出差啦吼，出张吼，还是啥物货，还是像这就是一种补贴你的物件啦吼。啊，个差不多的意思的字数吼，佫下骹一几个，吼，咱来看卖。即我先煞。无说啥物去看伫去查出来啦吼，有个叫管国吼，啊，即个咱嘛通来看卖吼，就是本身以外的津贴。我讲着即个津贴，可能有哪会谣语讲啊，即间台语吼，啊，咱查看卖有吼，有收即个数吼，津贴啊，即大家应该就知影啦吼。啊，这就是私底下补贴吼，私贴，咱来看卖。讲迄个老母吼，私贴学费互细囝啦吼，应该是囝诶款，咱是拍毋着吼。啊，好，搁有呢，搁一个叫做胃食疗，啊，毋过现代日语即个词嘛是有吼，啊，毋过伊个汉字用诶佫无共啊吼。啊，胃食疗伊线顶诶解说吼，就是种赔偿诶费用啦吼。啊，这赡养费吼，教伊这读音安尼啦吼，伊是安尼注写诶吼。啊，佫有一个叫做陪孝礼吼，陪孝礼这伊个腔啦吼，陪孝礼，即个意思，这我嘛第一个看着吼，伊意思来讲，参人讲要结婚啊吼，啊到尾佫反悔无要结婚吼，爱陪人就对啦吼，陪孝礼。后一个字词，即只赔偿吼，我纠较起来，即个赔偿嘛爱特别讲一下，以我个人吼，即以前我拢读做赔偿吼，啊听讲赔偿是走音去的啦吼。正确应该读赔偿咧，才写吼。啊，就是自来得讲诶吼，即个自来是自音过来安尼吼，叫做自来吼。你莫讲自古以来自来吼，得讲诶赔吼，也是还你有欠人啊吼，爱赔人爱还人。吼，同一个意思是对共款，讲句迄阵诶日语来，啊，民国迄阵诶中华民国有得用啊，一句话也会当做复合名词吼，叫做损坏诶赔偿吼，损坏赔偿。咱来看一下啊，相关诶字词。即个字头看赔偿，吼，即有咱日语来源啦吼。啊，伊会当叫赔金，吼，赔金，意思啦嘛是，点来看卖吼，讲参赔偿共意思诶一个字。啊，头拄讲自来吼，我是安尼经济诶字吼，因为咱即摆人可能即摆尤其少年辈可能对华语人讲自来水吼，啊毋过其实有一个讲法叫水倒水啦吼，因为对水倒头流出来叫水倒水。啊，这个自来水吼，伊伫英国什么意思呢？就是古井的水，而且吼，咱自来井同一个意思吼，而且拢有收。啊，多伫隔壁，佫有另外一个有咱真有意思的名词吼，写伫遮一个自来火，一个自来笔，还什么意思？大家当摇看卖吼。这我其实嘛摇无啦吼，自来火就是番仔火吼，这有写番仔火吼，对外口传入来叫番仔火。啊，这自来笔就是这钢笔啦吼，阮兜大人讲钢笔。好，啊头讲到损坏吼，咱继续看。损坏这个词，我个人迄阵读嘛拢毋知是毋是算读毋对啦吼，我拢读损害吼。啊，结果损害各另一个意思吼，遮嘛有收。伊讲甲损了害去吼，甲损的拢总害去。啊，日语伊汉字是安尼写啦吼，啊英语查起来，大概这个意思就是。甲人恶白创啦吼，听讲甲人恶白损啊，用较真正歹去吼 break， 就是即个字面上的意思，损害。啊，即个字伊则读损吼，啊伊嘛有读损的即个音吼，而且损长即个我就知影啦吼。你甲物件甲人损长去吼，甲人弄歹去吼，即个咱来看一下伊的例句吼，甲伊解说。伊讲啥物？
迄个家禽啦吼，迄个损害残垣的作物啦吼，比如讲种甲辛辛苦苦吼，结果迄个什物鸡鸭吼吞吼酸断去吼，也是讲囡仔甲器具吼创歹去吼，拢会当讲酸断人的物件吼。过来还有一个事吼，咱来看物件本身吼，即我从来捌看过吼，捌用过啦吼，博得吼，伊讲挑选来甲人歌声吼，即咱等下咱看着吼，就是职务升级啦吼，是升官的意思，有迄个意思。对共款日语吼来。嘛是有对汉文来即个字眼啦吼，才有写。文呢吼，伊讲将教相向就是定定思想啦吼，对下骹的兵博得起来。即个将教吼，一开始我那三无伊什么意思吼，参考伊的英语才有写啦吼，伊写 officers。差半步吼，我咧译，我只是咧译，共款无确定吼，我来大家来斟酌一下吼。咱看卖，即个将教吼，将即个较好评吼，因为头拄讲定定对下骹兵吼去敬出来，所以想讲兵起就是将官嘛吼，所以即个应该是将官的将。即个教呢，伫迄个甘字典内底吼，即个字有教的音，毋过我搁转去查，咱咧讲拢讲将校，无咧讲将教。毋过我搁较若对吼，我咧译林无生朴素的将教，可能就是将校啦吼。即我真正找无搁较好的证据吼，那大家知影较补充一下。头拄讲到歌声吼，咱看一下吼。头拄讲吼，职务的升级啦吼，就是甲升起哩。即个参博得吼，了要讲吼，毋过其实佫无讲的是即个提拔，咱甲看卖吼。罗翻里吼，多提拔吼，即就是有一种特别关照即种意思啦吼。所以参博得吼，佫无啥讲。好，过来另外一个嘛是对汉文内底出来吼，即个词我嘛毋捌用过吼。拔水经迄个较重用的、较要紧就知影啦吼，较重要的啦吼。国语也叫做拔水吼，甲英语的什么 expression 什么相当吼。原来即句字眼是对汉文来，过意思完全无共，用意思叫做超出。伊讲吼，迄阵的中华民国有关有得用，毋过呢。伊是照汉文的意思，就是即个超出吼。参头拄讲的迄个，伊讲较毋是拄经较重用的意思，所以有两个意思，来咱去看卖吼。第一个意思伫遮吼，经较重用的。第二个是汉文内底本地意思吼，超出。咱再来看卖吼，看到底是安怎？我查的是安尼啦吼。即个重用吼，即个用差无吼。伫迄个甘字典内底吼，有查着讲用即个字吼，就是咱直接看卖吼，歹势。而且讲即个重用吼，就是而且重用哦。毋过你若去看伊原册内底迄个字吼，伊是写用，伊毋是写用吼。参林无生朴素写共款是第5声吼，毋是第7声。所以即个解说我感觉含啊吼。毋过后壁写有照本地册写讲，就是好。有上处的意思，即个上处嘛无真了解啦吼。转到遮吼，所以即个重用，无介了解。毋过不要紧，咱有过去找相关的物件吼。怎讲呢？因为有一个线索伫遮吼，即个字吼，过去查英语，就普知影伊意思啊。伊意思是啥物货呢？伫遮，这就是得要。即个嘛是日语来源吼，看汉字大概会知影意思啊。即得要点仔先讲吼，你一句话来，你一本册也是一篇文章内底，你去掠伊内底，你感觉较重要迄段，也是迄几句话出来，迄叫做得要，就是头拄我讲的迄个经较重用的部分出来吼。参这有啥物共意思，佮无共的吼，其实。我理解是无共，就是叫概要。概要是讲有点仔像 summary 啦，吼，就是你一本册也是一篇文章看了吼，你用家己的话写讲，一本册大概咧讲啥，这篇文章大概咧讲啥物物件，叫做概要吼，参得要吼无共。这两个字有哪样找伫遮吼，大家做参考。头拄讲伫伊本地汉文内底意思吼，又讲超出，这个超出我嘛查无啥有吼，到底是安怎超出吼？这个超。我有找到台字图书馆有找到这两个字啦吼，这两个意思吼，
这个敲就是甲物件敲出来敲啦吼，来咱看卖，这有写啦吼，敲吹啦吼，甲物件敲出来吼，啊来，这个另外一个敲，这个敲袂歹哦吼，来咱大家来看卖吼，伊个解说吼，就是来来回回来拉啦吼，甲揽做伙。这我看着这字典，我想起来我细汉真正拢是，大家拢是用这个字敲头，迄师傅吼咧起庄仔厝吼，用阿门头咧敲头，甲拉拉的吼，拉好嚼，用敲，毋是干来当用拉呢，可以当用敲这个字吼。伫遮参大家分享一下吼，我感觉这个动词袂歹吼，敲。好，啊咱搁继续，吼，真正这段吼，我录足久就是这物件三无三有啦吼。好，来。遮佫有一个嘛，我嘛感觉奇怪。咱先照伊个林无声朴素写个字来读吼，这是朴，所以叫做朴法。啊，毋过吼，这个朴字吼，我查即摆字典，包括迄个张如峰先生迄本字典吼，伊拢敢若飘朴第8声，拢无朴第4声。啊，我家己个自细若要读即两个字，我袂读朴法，我会读朴法，嘿，我会读朴法。所以完全无共款吼，啊，我毋知影迄阵是安那林无声朴树因迄时代，因即字是读朴，毋是读朴哦吼，读朴，声调嘛无共。好，咱看吼，火药，这火药听就知影吼，点火崩伊迄啦吼，发火吼就是倒起来吼，点着火发火。啊，对迄阵的日语来，迄本咧城内的军装局吼，就是叫做火药库，共意思吼，军装局、军事装备的迄个所在吼，军装局、火药库。迄个破发，吼，可能有人去甲创啊些啦吼，爆炸伊啊。讲民国迄阵的中华民国较无用即句啦吼，因会用炸裂的即个字词吼，炸裂。好啊，但是参后一个咱做伙来研究吼，伊拢讲即个问题吼，这是破裂弹。啊，若我家己读的是破裂弹啊吼，共款就是即个的发音吼，参林无声朴素的。对袂起来吼，参物版本对袂起来。啊，伊即个吼就是讲炮击，吼炮击这更毋是枪击哦吼，迄是炮的击，毋是枪的击，较大粒啦吼。啊，内面有火药吼，会爆破吼，会崩起来，爆开。啊，来发火吼，就规个烧起来安尼吼，就是爆炸去啊。啊，共款对迄阵日语的来吼，对日语来，啊加英语的 a bomb 吼，做面，咱咧看得足清楚啦吼。枪击是 bullet 嘛吼。啊，炮击就是bomb较大粒。啊，民国较常是用炸弹吼，啊，我自细咧讲炸弹啦吼，啊弹甲弹，咱等下嘛来研究一下吼。啊，问题讲飞行机吼，就是飞行机在点吼，点即个动词嘛真水，惊足侪人即摆袂晓用吼，点就是物件放哦落落吼，叫做点，点迄个破裂弹吼，遮就写吼 drop 就是点啦吼。好，啊，咱来看上尾即几个字词吼，我整理伫遮，来咱来参考看觅。我这落写吼，即个朴字吼，我讲朴字字典词典内底吼，拢敢若查着朴的音符第8声，即摆拢敢查着第8声，啊，毋过迄阵伊拢写第4声吼，啊，查袂着，我查袂着啦吼。啊，你若知影即个过程有是发生啥物转变吼，真正麻烦爱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啊，即个军装局吼，内底即个军装我特别有去查一下吼。即个军装毋是干若因为受华语影响吼，我若看到即个汉字，我感觉哦，那是军服吼，兵仔咧穿的衫。啊，毋过呢，伊个解说内底伊较宽的意思啦吼，毋是干若兵仔的衫呢，应该是种军事的装备吼。即个装是装备，毋是服装呢吼。拢会当叫军装，就是军器、兵器、武器拢会使。所以军装局吼，火药库内底拢是枪啦吼。枪支啦吼，有诶无诶遐。好，来咱看即个破裂弹吼，即个弹字吼，即个弹我直接有写啦吼。头拄讲字甲字吼，我无啥，我个人毋知影因有差别无吼。啊，弹甲弹嘛共款吼，到底敢只是腔口无共款，还是讲伊本身伫汉文内底，还是台语内底就有无共意思吼，嘛是爱靠大家补充啦吼。好啊，上尾即几个咱看觅吼，头拄讲着炮击，爱当查着当炮击。即个当炮击吼，虽然伊遮有解说吼，毋过我实在是无啥确定伊的意思吼。啊，佫有一个叫做蹦击，蹦击咱看者吼，就是炸药啦吼。佫另外一个共款音的蹦击，啊，毋过伊的意思无共哦吼。迄个蹦击说，琴顶悬迄粒，吼，即个物件，
那细汉有看过就知影，这是啥吼？硼纸，这一粒一粒的，无共的重量，你称重的要安怎称呢？吼，我去找着即种，啊，这迄个人迄拍卖网站的啦，吼，啊，因无要提广告，所以我就干那直接互大家看者。我细汉哦，隔壁是米店，就是台说咧硼米的，吼，甲米藏起哩，硼看伊偌重。啊，阮囡仔吼，大概若要硼体重，就走去隔壁甲因借。啊，人一支若算爱先刻起来，伊比方是会当扭来倒的吼，一支会扭掉的啊，可能是无会缀伫下骹的机关的款啊吼，这我无啥确定吼。就是你人徛起哩吼，啊，你看这就是圆平平吼，啊，这一支，伊即个所在吼，就是互你甲头拄即个硼，你看这有一抓无吼，一个钩，你就会当加开入去吼，你甲放的啊，一直放，啊，放你看你放偌济地，啊，这个有互你会当调整的。啊，调甲伊对着啊，吼，一支伫正中安尼对着，无扣伫顶面，无扣伫下骹的时阵，啊，伊会当读迄个重量出来。啊，真可惜吼，我自细汉，迄阵做细汉的做囡仔，迄阵可能幼稚园啊，尔啊，就用即个硼，啊嘛看无大人安怎读的吼。啊，即马即种物件拢古董啊吼。好，所以硼纸有两种吼，一个是火药，吼，啊，一个是亲啊顶悬吼咧硼物件。配当咧用诶，啊最后讲一个锭，吼，锭炸弹诶锭，吼，爱汉字用即个字，啊，即个字迄个伫咱诶有字水台文遐吼，伊阵有收即个锭头，吼，甲人锭一个头咧吼，伫遮互大家做参考。所以你落讲遮济吼，即段若录真久吼，真歹势。好，啊，以上咱今仔日讲真济吼，对便利吼讲甲。破裂弹，啊，内底即期真侪问题吼，啊，我有了真侪时间踮遐找资料，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共款有做者可能讲了重大吼，啊是讲了走正去，啊是无正确诶物件，啊是你知影讲内底一寡字数吼，伊会当伊诶意思是啥物货吼，我讲袂出来，啊，你会当补充互大家知影，啊，则麻烦恁留话吼，互大家做参考。啊，以上非常感谢大家时间吼，啊，我若有闲会当会阁继续整理后壁诶新台湾诶陈列馆，啊，共款用即种方式吼来参大家做交流，感谢。